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咱继续要来介绍高雄一个少年查囡仔陈玉欣的故事。今年22岁，陈玉欣以画红擦白甲喷漆的作品，伫网络唱红，人气真悬。但是这个查囡仔，伫17岁之前，讲毋捌快乐过，甚至搁以朴实来形容伊当时的生活。一直到17岁，伊家己来学喷漆画，才总算来找到家己的定位。从开始，伊伫路边摆摊来卖这个喷漆画，尾也开始画红擦白，而且伫网络顶来分享伊的创作。伊要来创下着家己一个人画20卡的绘贵的记录。最近是挑战到庙市来画漆。透过镜头，咱做伙来了解这位画漆网红的生命之路。好像因为我的身形或是我的外表，感觉是一个柔弱的女生，就会有很多人想要帮忙你做一些你自己可以完成的事，所以我就一直很渴望可以独立做一件好像普通的事啊，比如说爬梯子之类的，证明自己不是瘦弱的女生。一日天，陈玉欣带阮爬起哩3、4层楼高的营架，因为这把喷漆画是最近上个特别的艺术创作。我们在庙里面，四面八方都环绕着一些水墨、工笔、花鸟的元素。那因为我是喷漆的，我想要它跳脱一点，所以我用了一些比较冲突的颜色，然后比较艳丽的颜色。那最后再压了一个传统的书法字在这里。因为我自己是女生，然后我读三太子的故事，我有读到她是没有特定的性别的，所以我就自动把它带入是女性。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女的三太子。为无够有，伊用3天时间将草稿甲色水配好势。在庙画的，那他给我的位置刚好是两边这样子，所以就画左青龙右白虎，这是虎的部分。那我草稿就真的很草，大概把颜色标示出来，不会画细节。细节就是等到实际上去的时候再好好处理。喷漆画甲一般画作上大的无同，就是一般因面积拢真大，22岁玉欣，这是所谓95后有 Z 世代真明显的标志。iPad 画图，真后用石膏软体甲这始终的互动，拢伫个身上看会到。不过面对工作，伊却又有超龄的表现。为年纪藏袂牢的恐惊是伊所穿迄双有蜡笔小新的鞋啊。一个人爱摸各种色水的喷漆罐，这是伊的日常。就算人真细粒子，看这东环环的家私起起落落，完全无影响到。当多数的少年人选择一般日时上班的工作，玉欣就是无分每日一个人塞车去到创作的地点。你这个月还有哪些地方要去？这个月下礼拜要去苗栗，下礼拜要去台北、大稻埕，还到明年3月。车驶要1点钟到今仔日玉欣要创作的所在。过去涂鸦呢，被许多人视为是破坏市容的帮凶。不过，若是它能够配合适合的主题，出现在合适的地点，也是能够活化整个空间。高3乘157公分的大型喷漆画，正是伊这摆接的任务。甲较早无共款的是，这嘛是头一摆做社区营造的创作。上次我给你的那个图片啊，我想讲你可能的叫黑落啊，用的。我不晓得你用黑色的来衬底的，还不错。还是你比较有艺术的眼光。李长甲玉欣见无几摆面，误记正口算会出来，因为两个人其实是透过网络接触的。真正李长并唔知影讲，已经是网络出名的喷漆艺术家。其实我跟若欣是刚好是看他的 FB， 因为他 FB 他有 po， 他如果说他有那个有画作的话，他就自己会 po 到 FB 上去。
然后我就会看他的作品，那看一看我就觉得哎不错呢。那我这边刚好有2个地方，我也要做这种那个彩绘。那我现在把它彩绘在墙壁上哈，就可以等于是一个大目标，可以把它指引到我们里面的那个林家古厝这样子。那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下。结合花草园艺，和花变成创作的主干，嘛串联起各种色水的古厝。这边本来是一间也是房间，然后我们把它打掉了。其实这边也是房间啦，那房间把它打掉就变成是一个路面，然后这边也是房间。那每个框你拍照都很漂亮。80年的古厝，就算无遮风挡雨的厝下，嘛希望会使留下这砖仔壁，放一寡桌啊椅啊，和老建筑嘛会使活化为邻里间的后花园。所以讲，巷仔口的喷漆画将成为日后出名的地标，请更加侪有缘人来这行一转。他请我彩绘的主题是荷花，那他就只给我荷花一个大方向，其他让我可以自由发挥。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就画我擅长的宇宙的背景。然后因为荷花这个主题可能会很容易把它画得俗气，所以我就想要它绚丽一点、梦幻一点。所以我用的是紫色还有粉红色的色系，它看起来会比较梦幻、比较迷幻一些。若讲创作是心灵疗伤的过程，那呢这条路热心恐惊特别有感觉。伫17岁以前，也未接触过喷漆画，伊并不像今仔才有翠花。过去的自己，我如果用颜色比喻的话，我会觉得就是一片灰色，没有什么感觉。我觉得以前很不开心。伫17岁以前，伫台湾的教育体制下，才是无用拼学业，希望讲会使进入考大学的阶段，更加免讲一般囡仔成长之路，时常被教育兴趣免啊趁有者，热心当然嘛无例外。因为我在17岁以前是比较没有人注意的那种小孩吧，因为成绩没有很好，然后在学校也普普通通，就很像一个隐形人之类的，觉得自己好像跟大家格格不入。日子过甲真苦闷，伊开始注意到国外网站有真侪艺术家的分享，街仔路的喷漆画，伊无师自通，哪看哪画，就安尼伊掌握到要诀，开始进行创作。因为我开始喷漆之后，开始有人会关注我，然后可能有人会看我的作品，或是在社交软体上面传什么留言鼓励我之类的，所以我就觉得，我好像找到人生的定位。一开始伊是伫路边摆摊，互人慢慢注意到高雄有这位喷漆少女，伊嘛渐渐为喷漆转变到更较大型的乱作创作，佮将这画图的过程翕落来，甲网友互动。其实我晚上画图一个人有点害怕，会不会现在隔壁有吵架的声音传出来？真实自然的反应变成伊创作以外一个大亮点，网友的留言甲鼓励变成伊前进的动力。为了会使鼓励捌甲伊同款伫成长道路有长途甲彷徨的少年人，伊开一个卫星，希望讲会使带予更加侪人启发，走做人生无受伤的可能。遇到这种比较厚的纸吼，那个水分要比平常再多一些。大学休学的重心，为了想要证明无靠体制来教育，嘛会使拍出一片天。伊抛弃着被批评家体无完肤的决心，找水墨专才硕士生陈仁倩。脸书私讯我的，对。他当时留了什么内容给你？他说学校的教学已无法满足他，他想学得更好更深的水墨画。因为我记得他第一堂来上课带了很多他的作品来。然后我说我就不客气的批评了，一般很少有小孩是愿意接受这么严厉的批评指教的。不过嘛，正是安尼，会明白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保持一粒谦卑的心，嘛会勇敢挑战各种乱做的创作。因过上困难的记录是应邀到南投，一个人爱完成20个会柜。就算无依照常规读完大学，不过伊对未来蓝图依然是清楚而且坚定。我感谢过去的自己，
熬过那一个时段。我小时候真的好不快乐哦，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吧。可能我这个人就是需要受到一些外部的肯定，才会建立出自我的肯定。所以像我工作室就有把我的奖状都拍出来。这是因为有这个肯定，这一切却是伊较早伫校园甲家庭中上欠缺的一部分。即卖伊毋茫用家己的故事鼓舞甲伊同款，伫人生道路上捌迷茫甲失落的灵魂，只要你莫回避、莫退缩，生命的噗啊声，终归尾会为你响起。